不要说无奈，要常感慨。你若想得开，天堂之门为你开；你若想不开，一切苦难上赶来。沉沦的人交不起，眼耳的人听不清。你若不勇敢，谁替你坚强？余生可过，不要枉费。那因为时间关系吼，所以讲咱的道哥听伴手好，好决定啊，3月份去新加坡、马来西亚迄个遐学习讲课，嘛是共款讲无完，到尾来道哥就是听伴手就好了。那当然咧，咱搁有请选，咱若这页嘛是咱志工老师所讲的。